你諗住買物業，究竟用自己名買好啊，定係用公司名買好？其實好多人都未必知道用公司名買物業有咩好處嘅。用公司名買入業，其實咧有好多明顯嘅稅務優勢嘅，例如租金收入就可以用公司嘅稅率嚟去計算，通常都會比一般嘅個人稅率低，所以呢個情況咧應該可以慳到唔少稅嘅。再加上如果你將來賣樓啦，咁嗰個盈利咧其實就可以派作股息，而呢個股息嘅稅率咧亦都係通常比個人嘅稅率低嘅。好啦，講到好似咁好嘅話，其實開公司咧又唔係人人都啱嘅喎，因為如果你有公司嘅話，就要交公司稅啦，又要做帳啦，額外嘅成本、會計師費啊等等。OK， 對於一般業主嚟講咧，都可能會有啲複雜，所以要睇翻你係咪長期嘅計劃，係咪想長期嘅物業投資，想專業化管理啦。但如果你話唔係嘅，相反冇㗎，我淨係想諗住買一兩層樓收租，用自己個名買咧，可能會簡單方便一啲，所以要記得一定要計劃清楚，先至可以做出合適嘅決定。